弟兄姊妹，我哋而家要將上帝恩待馬其頓各教會嘅情形話俾你哋聽。佢哋雖然遭遇患難，受盡熬煉，心裏面卻滿有喜樂。佢哋雖然極為貧窮，但仍然非常慷慨樂捐。我可以證明，佢哋係甘心樂意，盡晒力量，甚至更超過自己嘅能力。佢哋三番四次請求我哋，准佢哋喺資助聖徒嘅責任上都有一份。佢哋所表現嘅比我哋所預期嘅更好。佢哋按照上帝嘅旨意，先將自己奉獻俾主，然後又順從我哋。所以我勸提多，既然已經開辦咗呢一份慈善工作，就應該翻去你哋嗰度辦妥。你哋既然喺信心、口才、知識、熱心同對待我哋嘅愛心上都有相當突出嘅表現，咁喺呢一份慈善工作上亦應該有突出嘅表現。我講呢番話並非要命令你哋，只係藉住其他人嘅熱心考驗一下你哋嘅愛心係唔係實在。因你哋都經歷過我哋主耶穌基督嘅恩惠，佢本嚟係富足嘅，卻為你哋嘅緣故變得一貧如洗，好叫你哋因佢嘅貧窮而致豐富。我要俾你哋一啲意見，因為咁會對你哋有益。呢項工作唔單止係你哋1年前已經開辦，仲係你哋一早就想做嘅。既然咁樣，而家就應當完成佢啦。你哋既然有心要做，就應該盡力貫徹始終。因為人如果誠心盡力去做，上帝必定悅納。佢唔會強求人做佢哋能力範圍以外嘅事情。我並唔係想減輕其他人嘅負擔，而加重你哋嘅擔子。我只係要大家學習均平，互相幫補。你哋呢班豐衣足食嘅，而家就要照顧嗰班貧窮缺乏嘅人，幫補佢哋嘅缺乏。將來你哋有需要嘅話，佢哋亦會盡力回報你哋。咁樣大家都平均，唔會貧富懸殊啦。呢樣正合乎聖經所講嘅，多收嘅並冇剩餘，少收嘅亦冇缺乏。感謝上帝，佢感動提多嘅心，令佢好似我一樣咁關心你哋。呢層固然係因佢接受咗我嘅勸告，但佢本人亦非常熱心，自願前嚟協助你哋辦呢件善事。我仲要派另一位弟兄同佢一齊去。呢位弟兄喺傳福音嘅事上非常熱心，得到各教會嘅讚許。唔單止咁，仲獲得各教會選派同我哋一齊將善款送去耶路撒冷。呢筆捐款唔單止可以榮耀主嘅名，而且可以表現我哋助人嘅愛心。由於捐款數目可觀，所以我哋要咁樣慎重安排，免得有人懷疑同挑剔我哋。務求喺主面前同喺眾人眼中都係光明磊落嘅。我哋仲要打發另外一位弟兄同佢哋一齊去你哋嗰度。我哋曾經喺多方面多次考驗過佢，證明佢好熱心。而家佢對你哋滿有信心，所以一定會更加努力辦理呢件事。提多係我嘅同伴，又係同我共同工作幫助你哋嘅。另外嗰2位弟兄唔單係眾教會舉薦嘅代表，亦係可以彰顯主榮耀嘅好信徒。所以你哋要向佢哋顯示愛心，證明我誇獎你哋嘅話並唔虛假。